走过千山，过万岭，坎坷路途自己行。啥人会知阮的运命？亲像野草，无人照顾，无人甲阮疼。款的运命虽然是天注定，这款的。台语歌坛有真侪迄道的好歌，亲像优雅的食开的爱情，搁有陈立农的歹命囝，啊，搁有余天回乡的我，拢总是黄秀清老师作词作曲。不过伊真神秘，有人认伊是男性，还是女性嘛，伫咧猜疑。今仔日咱真欢喜，心所爱的歌邀请到黄秀清老师本人来开讲。总是我要邀请你先来听。当时余天回乡的我这个唱片的制作人黄金峰开讲，伊到底一条回乡的我倒位，会把这条歌捡起来当作主打歌。伊若咧配唱真严哦，真严嘿。安尼讲啦，我讲伊字写得足水的，伊迄个谱写了我就敢若印的。我足少看到字写较水，所以伊的谱摕来我会认真看，哦，词甲谱。啊，伊咧配唱，我最近伊捌咧配唱一寡素人的吼，我感觉伊咧做 demo 吼，就足用心咧做，安尼，我感觉伊是无简单啦。啊，黄秀清老师。希望咱两个买单搁配合吼，啊写词你较够，我较含慢，所以有机会吼啊，加写一寡歌词啊，互我来有机会搁踏入这个制作方面，吼啊，感谢。走遍了天涯海角，也是故乡的月较圆。食遍了山珍海味，也是阿娘煮的口趣味。秋风一年一年吹。一天过，我已经是一个受尽风霜、吃过苦楚的人。故乡的父母，旧年无看的好朋友，早日思念头壳痛。予人烦恼的我，已经倒转来，已经成功倒转来。天涯海角，也是故乡的月较圆。食遍了山珍海味，也是阿娘煮的口趣味。秋风一年一年吹。一天过，我已经是一个受尽风霜、吃过苦楚的人。
看的好朋友，早日使恁头壳疼，予恁烦恼的我，已经倒转来，已经成功倒转来。台语歌坛写足侪好歌，毋过伊的做人真客气，甚至有人讲伊真神秘，竟然坐踮咱的面前，心所爱的歌今日邀请到黄秀清老师，老师欢迎。国珍好，国珍好，你真用心，真感动。甚至有人咧要讲黄秀清是男性啊女性，连这都唔知对无？嘿啊，我嘛想要安尼买互知啊，这边国珍的机会，互我嘛真甲你感谢。我嘛讲，嘛是紧早啊，唔爱互知啊，就趁这边机会。阿峰黄金峰制作人经历迄条回乡的歌，敢若过去你写歌，无讲直接红经起来做主打，是，啊，这条经就大轰动。其实我拄开始写歌拢是兴趣啊，所以人若要提什么歌啊，我就互伊，我嘛无去算讲真注重讲啊，这条歌要有兴趣，有当时也是交一个稿，互人互制作人，啊，就无偌久，歌出来，都知影讲我的歌出来，互黄义玲唱，互谁唱，这拢有当时提早拢唔知影，啊，但是嘛无你甲人计较讲哦，算排名次序啦啥，我就讲啊，有出较重要啊，迄阵拢较无注重，因为多产嘛，吼，算写足多啊，就袂去注重讲，敢若讲你囝生足多，你就袂去足特别听这个囝安尼。啊，就是啊，这边这个黄正峰老师算，甲我经歌迄阵我唔捌伊哦，吼，抑阁唔捌的。啊，但是就是伊足客观的，吼，啊，甲这条歌认为讲会使来做主打歌，啊，我嘛足感谢伊的。伊阵是投稿算巨灯第一电唱片倚天，嘿，啊，我较早甲一寡制作人啊，吼。合作嘛是拢要求啊，都传真去，都等领钱啊。回乡的我，这都是出外囡仔咧写，歹命囡仔咧写，敢咧写你家己？嘛唔是安尼咧，因为我写，譬如讲我食亏爱情嘛是拢用查某的立场去写伊的心态。吼，若是对你好，你嫌我啰嗦，吼，这是一个查某投诉的。啊，这像这回乡的我是是感谢讲一寡人按外地转来吼，啊拍拼。有成就啊，从来转来咱的故乡，咱出世的所在啊，唱一个感想，互大家听。啊，迄种拢是以揣摩别人心态的做法在写的，哦，揣摩男的，揣摩女的，揣摩男女之间的事情啊，写了一些歌。其实我第一首歌《回乡的我》同名字，我是写国语的。哦，因为迄阵是读书迄阵。写的，所以讲读书拢写国语尔嘛，啊，唔知影讲，我像迄条回乡的我国语的，我第一句是回到故乡，看见了都变了啊，这就无共款，完全无共款。但我感觉讲啊，我第一遍写了，我该创作台语的内容嘛袂歹，从个创作一个台语的词出来安尼。你拄开始你咧读书，敢是读音乐这科，还是讲唔是？是干那对音乐产生兴趣，家己摸的？其实我本科是画图的，我做编前是画图，但是我17岁就会晓投稿啊，算讲投稿去互唱片公司啊，就譬如讲迄个刘兰熙啊、高义泰啊，我看年纪拢比咱足大的，啊，迄阵17岁我就投稿到有这两个老歌手吼，唔爱讲老啦，就是咱尊敬的前辈甲咱唱，啊，就感觉嘿，咱就感觉哦，足好的，哦，有家己的作品，啊，就足稀奇的，嘿。啊，其实我下尾啊会搁继续，就是我做兵转来，我从来无用画图的行业去重视咱的生活吼，咱的职业啊，从来我因为我有迄落弹吉他吼，弹琴的基础啊，迄阵对即个音乐做兴趣，啊，都过来就是从来转来即个音乐界是，我对一个林玉峰老师是阮老师，啊，搁叶俊麟算是阮师公，
叶准仁是阮师公，我就捌甲阮师公，我读起一站啊，伊写词的过程，常爱人做伙的，啊师公伊迄阵我甲伊熟悉，迄阵已经80几岁啊，80几岁伊精神阁足好的，容光焕发，迄阵有一个感受讲做音乐应该是对咱人生足好的。啊，阮老师林玉峰嘛是甲我讲，这音乐是人的精神食粮，绝对生活中袂使减少。所以咱对这有兴趣安尼。啊，我甲林玉峰是学编曲，毋是学作曲。学编曲是迄阵写谱就爱写甲规张谱，就是啥物乐器拢同齐来，平乐、吉他、贝斯、鼓，拢同齐来，啊，搁写一寡迄落弦乐，迈阿林，维啦，啊，甲切咯，迄拢爱样写。啊，林玉峰算甲我教迄阵嘛真严啦，啊，真严我就算家己爱去安尼揣摩，迄阵学师一定是比即马较严的啊！阮阵坐迄落控制台console头前，阮是爱用徛的呢，阮袂使去摸呢。阮讲迄阵一台console拢爱几啊千万，啊，阮拄学师的时候，应该讲是无收入，但是袂使去拍歹一个机器，啊，甲即马比起来无共款，较早6、7千万的console，即马用一台电脑就拢会使取代啊，所以时代的变化嘛足侪。拄开始投稿的时阵，迄当阵还未熟悉林老师。嘿，也未。啊，尾也是两个安那去熟悉。因为迄阵是要做迄个台中代理，有一个林世明老师吼，迄是好朋友，因阿兄，伊讲要做迄阵张秀清拄按6等奖迄落。唱歌唱赢嘛，啊，转来讲要甲录一个，迄是迄阵林世明捌一个张秀清，啊，张秀清迄阵要唱歌，因为迄个阮老师伊就写较少歌，啊，我写迄阵写足侪，因为迄阵少年就蹲足侪国语歌的。其实张秀清13岁迄阵录国语歌，啊，内底12条，因为迄阵一个专辑拢12条嘛，啊，我做的就差不多7、8条有，啊，迄阵7、8条，但是迄阵即摆回想起来是。足不成熟的作品，啊，拢国语的，啊，其实我嘛拢阁有留伊的音档伫咧，因为我这个人算爱一个资料完整的人生啦，吼，所以张秀清阁有迄10几条的国语歌，我阁有留掉的，啊，迄阵编曲嘛我，写词曲嘛我安尼，啊，阮老师是负责迄落叫迄个乐队来指挥啦，阮老师是嘛有加点写啦，啊，迄阵。会使讲张秀清迄阵拄第一集，就是我就占一半以上的制作甲写的编曲。啊，强咧，迄阵啥那个发生这个兴趣呢？我感觉咱乐师，因为迄阵我拄的拢台湾第1名的乐师，拍鼓嘛第1名，啊，贝斯嘛第1名，啥拢咱全台湾算第1名的老师。啊，我凊彩谱写起来，因奏起来拢真好听，啊，就有一款感受讲哇。啊，咱的旋律写起来，这乐师拢甲咱奏遮好听，哇！我都一寡成就感，啊，就对这音乐产生更较强烈的感受，啊，搁较强烈的兴趣安尼。啊，是林木峰老师甲你开嘴讲，来，你功夫啊，搁无够，来跟我学，还是你家己甲拜托的？无，迄阵是我讲迄个林世明有无？迄个是甲林玉峰是好朋友，啊，迄阵拄啊好，算林玉峰嘛，算有欠一个助理之类的，啊，我就讲，从我去迄边，啊，甲伊学编曲，我是正确是编曲，啊，又讲我算伊的师仔内底算学上紧的安尼，都有法度写谱安尼。山后，孤
头拄我咧讲最早咧讲食亏的爱情，就我所在拢是太阳城这间唱片公司出版的。啊，老师，你签开始是安那转落去写台语歌？太阳城是骆明道老师开创的嘛。骆明道相信骆明道离这个国语歌坛嘛是真好啊，真有名，啊个真成绩足好，伊的歌足侪有名啊。啊，伊到尾伊一个公司太阳城的经理有一个叫做陈小姐，陈春莲小姐，伊都知影我会写台语歌，都有定定叫我伊就签严小迪，甲尤雅，甲小林义，迄种因为可能伊嘛较注重我，所以骆明道老师就是甲我催逐个我若未够惊，伊就甲我讲有搁写无，有搁写无写偌济，愈济愈好，就有交我迄个陈小姐陈总经理，陈小姐伊的判断力足好的，就一声就甲你讲，哎呀，这做朗朗上口的，这吃亏的爱情吃亏的爱情都朗朗上口，一声就做好歌，做主歌，迄个骆明道就安尼不断的甲我鼓励啦，刺激，就定敲电话讲。佫有写无？佫有写，紧来交来听看觅啊！迄阵就甲我激足侪台语歌出来，虽然毋是拢太阳神用的，嘛是足侪作品拢留喺后壁，拢陆续卖出去。所以人你制作人你征稿迄阵，我都按仓库抽出来，就传真，较早是用传真的，传真去就是等领钱，等唱完，嘛其实谁唱的我嘛唔知，这点就是足感谢骆明道老师甲我这个启发。一部你讲台语歌啥怎会转来做台语歌，就是台语歌迄阵足少人会晓写，变讲你也不甲国语歌的人作品，国语歌少年的大家拢会晓写变讲录取率是台语歌较悬。我就是有这个感觉，讲写台语歌，迄录取率叫做悬的，所以会转来写台语歌呢。你甲林文峰老师学编曲了后，家己原来开始真正做唱片的制作人。我第一个学生是高胜美嘛，高胜美，我甲是拢足趁钱的，虽然伊唱的是较属于咱讲的口水歌较侪，但是。包括放飞飞啦、邓丽君的歌，伊拢定唱拢有伊家己的味，乐队嘛，做有家己的风格，所以伊种特地唱片，我甲卖出来是拢足畅销的，会使讲翻了几10倍的利润啦，都是。迄是你新开始制作唱片的时阵，都甲高胜美安尼不断的每天在录音室录歌，他就赚钱，公司老板也因为这样大赚钱这样子。高胜美的歌在我们就是制作了几年以后，他在大陆红了，然后大陆红了，我是夹着他老师的那个名义过去大陆。然后就是也是想那时候可能比较心智比较不成熟，认为唱片一定好做，然后就是想要去签大陆歌手，然后来做，结果一个人的力量毕竟不是很好啊，总会算讲无讲足成功的啦，所以来唱着回风的，我讲后壁迄2句成功，我就足歹势甲唱出来，都是拢会安尼。迄个时阵你签过的时阵中国。因的娱乐产业，照讲是还佫无啥发展。是。佫真侪歌手咧默想，咧找看有机会无对无？对，迄阵我去嘛算做轰动的，迄广州的这个歌手，几乎拢过来，互我算讲，互我检验过，算讲因的能力高度。迄阵那英因为嘛伫广州，迄阵嘛真艰苦，拄去广州拍拼的少年啊，对。你敢有甲敬着？我迄阵无甲敬着，是因为我迄阵是主张讲歌手都一定要有风格，有家己的风格。但是迄阵伊是敢若拢学咱台湾这个苏芮的什么歌所以我们较无爱讲一个歌手去模仿某一个人，个迄个形象拢完在。迄阵是无以这个方向去经人的安尼。吃亏的爱情这个歌，实在是足白话、足口语的。你什么款的灵感讲？会晓去写迄个话，讲若是对你好，你嫌我啰嗦；若是对你歹，你讲我晓歹。迄听一摆就会记的啦。敢若我拄仔甲你讲，我拢看到
别人的生活嘛，吼啊，迄个厝边隔壁啊，有一寡吼，有一寡人的每一个人相处的斗阵的模式，吼，拢无共。啊，咱看到讲一个翁甲某吼，也是讲男朋友跟女朋友的相处方法，吼，啊，就是以当时的心境是说。替女孩子发声，用女生第三者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吼，都是我愈对你好，你愈对我无注重嘛，吼，愈感觉啊，我若对你歹，哦，你就讲我搁较遐歹安尼，咱是以这个出发点来写这个查某囡仔甲这个查甫的相处模式安尼。有的恰恰的，有的探戈的，包含讲有的日女吧，也是讲有的活女子，你较意向。较偏向讲，倒一种曲较下台语会开。哦，这我是无限的。我其实以我个人的风格是拢以当时的心境在下说啊，我这首要把它变成恰恰吉鲁巴，吼布鲁斯、迄个斯拉洛克还是斯罗索，我是看到这个歌词的意境啊有感，吼啊，就个认为讲啊，这条应该适合恰恰，吼，这条适合布鲁斯，吼。但是我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我是把风格分得很开。譬如讲制作人吼，按国军制作人啊，即马欠这个黄雨玲恰恰的歌，我都吼有当时是会对，有当时是哦，今日你予我的指令，我就紧来写一条属于黄雨玲吼，属于啥安尼来做我写的歌的速度算真紧，只要你予我指令啊，予我方向，我是搁较紧安尼。我现在算是线上的嘛，线上像最近那个电视台都有打我的歌，我做的歌啦，不是我唱的，都是我学生唱的，还蛮多的。最近在市面上几乎每个月平均有出一首我做的歌，那算自己算我这种辈分的，能够在这个业界还算蛮少人啊那样。
听回风的我，吃开的爱情最早。黄秀清老师的作品，我今也体会甲讲，老师你是无爱重复家己风格，想要去试新的路的人。啊，照你甲我讲吼，迄当阵会去中国，那亲像讲有足大的原因是，迄个市场，互你安尼条件，讲吼，咱一块唱片踮台湾做咧，袂去海外，讲有几落百倍利润是安怎讲？当然去大陆嘛是一个机会，拄呛事去大陆佚佗。啊，阮一个朋友，以前我就是先叫阮朋友摕100块美金，互伊去大陆买迄张当时的卡带嘛。啊，卡带买倒来那拢咱台湾的歌，啊，搁经过因大陆搁唱过安尼。啊，讲因本身大陆歌手来唱咱台湾迄台语改国语的，也是迄种拢卖了做好，也是讲迄个凤飞足可惜，就是讲伊咧大陆无红，也是拢高胜美甲唱即个口水歌了后去大陆卖了拢卖了做好，包括潇洒的走啦，什么午夜的街头，迄拢等于我逐条旧歌拢录过，所以高胜美伊的产量有50块唱片以上遐侪啊。啊，拢趁钱，啊，拢卖人5万块尔。大陆嘛趁钱，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拢逐日趁到咧，摕5万块就发挥到，我看是500万至1000万的人民币无问题。有啊，迄阵因为咱台湾来讲官方吼，无甲大陆离接触嘛，啊，迄阵来私底下新加坡啦、马来西亚，迄拢有来买咱的版权去。因国家卖，啊嘛卖到香港，卖到大陆去。啊，这咱台湾的唱片公司迄阵较少人知，较少人知伊像我第一个甲高胜美公司因做制作迄阵，除了台湾趁真侪钱以外，伊卖海外版权偌济，互你用，拢总海外5万尔。代票5万，迄会使讲卖新加坡、卖马来西亚，啊，互因代理。新马港澳泰这5万5个国家，5个国家你看俗价呢，但是去到新加坡就已经赚几十倍啊，搁去马来西亚搁赚几十倍，啊因搁卖到香港那个入去大陆，迄阵大陆做爱咱的物件的，嘿，尤其是台语歌改做国语歌的，高胜美甲这个邓丽君是列作甜歌。讲小哥啦，因遐俗语就讲甜歌甲小哥，啊，所以因家买这个5万块的版权去到大陆，我看卖500万人民币超过。高胜美我知影伫上架嘛，上格唱片。对。头家应该是对你足注重，哪会讲放你真正去中国发展？高胜美去录音室，陪因朋友，我伫录上格的物件时阵，伊陪因一个朋友，或者什么剪我袂记，但是伊是。迄个另外因朋友迄个歌手是互我算讲磨练甲挡袂牢口，啊口就是高胜美伫边我讲啊，无恁朋友看会晓唱无来唱看卖啊，啊结果高胜美唱落去了，我就讲会使。啊你嘛无迄种对喙问的呢？系啊，啊就是迄个歌手吵甲挡袂牢，你哭嘛，哭我就讲啊你有一个吼做一个女朋友，伊个白查某嘛啊。来拢是算探班嘛，啊叫伊唱看卖，啊一声就我感觉袂歹，算讲我耳孔算还佫会使，算过滤到很重要的人来出现这样子。阿尾啊，卢老板应该是爱对你足重视，甚至足欢迎才对呢。头家是其实甲我是有革命情感，头家有做双口李彦青嘛。其实伊是对人袂歹，伊人嘛是小面神。譬如讲，做侪代志拢叫因阿兄啦，叫朋友去处理啊。吼，啊，高胜美迄阵就是一声就红啊嘛。譬如讲，伊录5底口水歌，一声就东南亚就做红啊。东南亚迄边据说啦，就有人出，他本来唱酬，譬如讲咱台票2万，但是马来西亚遐马上叫伊一声来个谈到50万，嘿，算讲。一路销路足好诶嘛，所以伊有一个甲你张啦，敢若张讲算互限度啦，互马来西亚迄种限度叫伊莫甲台湾唱啊，就是一声就谈到50万。啊，对因来讲，哇，一摆25倍，对高胜美来讲是一摆谈到25倍，先是嘛会心动嘛，迄阵就有一点仔张无爱唱啊，但是新加坡佫是
授权给马来西亚，啊，结果马来西亚是透过新加坡过去游，无透过新加坡，算跳过新加坡来台湾游高盛的嘛，跳过本来的上格公司，所以听讲啦，当初新加坡嘛算有用乌道去处理马来西亚的这项代志安尼。不过我知迄当阵，应该你也阁有真侪歌是卖别间公司。上哥敢会讲哇，你安尼，别间公司吼拢有你的作品，好歌毋得留伫我遮，敢会甲你计较？伊无呢，上个头家其实人做好，伊到尾趁钱了，伊有对我宣布讲，所有的版权拢回归所有的老师。所以迄阵我算我有卖上个嘛是拢回归每一个老师，所以上个到尾经营到做伙，就是头家嘛是有宽宏大量安尼啦，所以每一个人拢爱去因公司去投稿创啥，尾后我离开，那我搁继续伫上个应该。老实讲，官应该做个足大，但是我就家己离开的，我无怪别人，嘿啦，迄是命运，家己叫你去别位拍拼安尼。啊嘛，因为安尼，你的作品满布真侪唱片公司，亲像讲歌林，嘛用你几落条歌。是。不过随我只也拄过歌林，就唱你庙前的恋情。是。迄条歌又是什么款的情形写出？这就是咱少年的去，咱。少年迄阵就到处去看一寡迄个嘛，敢若讲咱即马所讲的采风嘛，采风就是有感觉讲咱台湾庙是一个足重要的即个分量嘛，咱讲三步一小庙，五步一大庙，咱一寡人拢伫庙的你咒蛇嘛，咒蛇咱就感觉若咒蛇就想着神嘛。神咱就是有即个感受，讲咱这男女朋友要咒蛇来庙咒蛇上准啊，无你算有即个感触写出来安尼。天干灭顶的时阵，对神明就是坐蛇，但是反面无情的时候，只有听你这条庙前的两情感慨。是啊，对啊。情有约定，生命是咱的情缘，谁人坚心的手纸，无你无价，无我你不知。为什么？为什么错乱的滋味？为什么？为什么？照这地爱你，加添阮心内暗伤悲，心爱的甘是将阮放袂记。拜托神明伊，保庇予我甲你团圆。情有约定，生命是咱的情缘，谁人坚心的手纸，无你无价，无我你不知。为什么？为什么错乱的滋味？为什么？为什么？照这地爱你，加添阮心内暗伤悲，心爱的甘是将阮放袂记。拜托神明伊。
添阮心内暗香味，心爱的甘是将阮放袂记。啊，拜托心用意，不必予我甲你团圆。去中国，你头拄仔家己嘛讲，毋是讲真如意。啊，这个时阵，台湾这边家庭、太太还是讲囡仔，敢会加减会甲你计较？啊，伊是做算放互我的空间足大的，我算讲伤自由嘛，伤自由变有当时啊，我会记得头一遍就讲，我第一遍招待了。那讲啊，我要去一礼拜呢。伊讲哦，伊讲啊，这样很浪费机票啊，啊，这个一种反思就是讲，因后摆就会使待较久的安尼，算会使踮啊。啊，我其实我离大陆无成就的原因嘛是拢挂念台湾，挂念台湾无惊搁得的安尼。啊，你若像讲别人有伫遐落地生根，迄情况就佫无共款啊安尼。较早卖唱片。卖录音带的时代，我是个人拢甲因公司，因的唱片公司写合约的。啊，迄阵合约虽然较简单，但是我嘛写作明讲，第一遍收偌济现金，吼，第二遍佫会使分偌济，吼，卖几地，抽偌济成，迄阵是拢甲因大陆拢来讲。啊，我的动作效率拢做好的，甲每一间公司，几乎按北京甲即个沿海每一间唱片公司，较早较老唱片公司，我拢合作过。啊，拢写作简单的，啊，算讲因迄阵的思想就是，我要甲你买迄阵拢赶现金来啊。啊，第二遍讲要查因的电脑，就讲啊卖了无好无，啊因若照咱的合约来实施，我即嘛是应该成绩还阁算真好得着。啊，但是无法度啊，拢第二遍钱就拢出歹收啊。这就包括每一行业的台商拢有这个感受，尤其是早期，啊，我是收早期。我算起啊30几年啊，30几年就开始按因的即马，按因做散车的时阵，看因即马才好个安尼看起来，迄过程拢看会到。回乡的我这条歌吼，当时你卖有50摆无？有啊，有啊。较早，譬如讲 A 公司就是譬如讲倚天是第一个唱的。但是后壁有 B 公司 B、C、D、E、F、G 安尼，一个类草有几百间啊。啊，咱即马台湾敢若 A 公司就无 B 公司啊，敢若 A 啊。譬如讲，咱台湾即马5间出 A 版的，但是就无 B 版来甲你 copy 这条歌去唱啊。你像倚天这条《回乡的我》，你像罗时丰吼，那个王建杰、陈淑丽、陈意郎，啥大家嘛唱过，大家嘛唱过，拢爱搁复一遍。付一遍无要紧，伊一遍卡大都爱付一遍钱，唱片都爱付一遍钱，吼。啊，迄个录音带都爱付一遍钱，啊，过来就是迄个小提琴演奏，哈，专辑爱付一遍钱，啊，迄个反正就是葫芦豆演奏专辑、萨克斯风演奏，拢爱付一遍钱嘛。咱迄阵若无卖长一条歌，可能还阁通啊卖咧几啊十摆，迄是无问题。那红啦，咱是讲红的歌啦。伊甲你，甲你提起都爱付钱，啊！迄阵的钱拢比即马，敢若用第二遍就比即马的第一遍较侪钱啊！所以即马感慨足大的，哎呀！啊，你若红的歌，你会使一条歌，若讲咱伫日本一条歌，可能就食一世人啊！啊，咱台湾就无即个环境安尼。虽然是渐渐环境伫咧转变，不过我知影讲黄秀清老师也佫足认真。也佫伫咧看新的学生，今仔日吼，佫种专工去找着恁两个学生，你讲你安那教因教歌，安那示范，咱来听看卖。好，其实老师一对后辈拢非常的照顾，哈，都很提携后辈。那在我们刚进入这个歌唱的这个区块的时候，伊嘛是拢用真侪耐心咧甲阮指导，哈，教阮足侪物件。
比如讲在唱歌爱有啥物款的开口，这首歌的歌词应该爱安怎表现，这部分伊拢足细腻，你讲你爱安怎做安怎做，你录音室内底嘛拢同款足有耐心，伊会讲，到这的时阵你得爱有这情绪的起伏你爱安怎做，你的身体律动你放互轻松莫紧张，你咧唱歌的时阵身体的律动就照着那个节奏走，你唱起来足轻松嘛较袂讲有一个束缚伫的会甲迄首歌表现了真好。他不会太给我们太大的伤大的压力啦，但是我第一届去录音的时候，我满身规身躯汗，就是唱歌规身躯汗，就是因为需要他的指导，他指导过后就完全拢无共款啦。然后伊有教我有唱一首伊的 demo 的一首歌《春天一声泪》，然后我等下会当示范，春天一声泪，已经了解是非。拍醒阮姊妹本我，对你要喝醉。这样，这个是他教导过的，是这样唱。他还没有教的时候，我是唱《春天一声泪，已经了解是非。拍醒阮姊妹本我，对你要喝醉。我想安尼。观众朋友应该听有都会无共款嘛。足济作词作曲家，咱讲较土的，有先生班啦。会嘛学生讲，你敢毋知影倒一个一流的歌手嘛是我教出来？你亲像拢袂安尼生呢？袂啦，我无，咱较迄落小面神啊，袂去安尼，拢伫录音室较低调做幕后，都坚持做幕后安尼。较早老师是完全无爱出来媒体，无爱接受人的访问。今日会当安尼来心所的歌，果真是足感谢。是啥物款的原因？你安尼拢无爱露面？因为第一个是小面神的，第二个是较随性啦，算个性的关系啦。算讲，我就讲我30几年前就捌做电视做评审啊，你做几遍啊评审啊，去街仔路就有人甲你叫黄老师啊，创啊，我就惊着啊，咱迄阵当时穿一下短裤，穿一下剪拖啊。搁较风认出来较歹势啊，所以迄阵就有一个原则，讲尽量莫上镜头，因为出去足无自在，人会甲你叫，人会甲你认啊，你也当你讲法歹听，当你做歹代志，你食豆花啊，是你食面啊是啥人去用议论纷纷，这是咱较无法度接受的。我是足高子。其实咱台语歌即卖的发展嘛是抑个算蓬勃，只是消费的方向不一样吼。譬如讲，咱较早是卖卡带、卖 CD、卖唱片来赚钱，即卖因为拢无即个载体嘛吼，拢无即个实体来卖，所以唱片公司嘛有伊经营的就苦衷啦。咱这袂使怪因，因为时代在变嘛。过来就是讲。希望咱台湾的唱片界会当讲会使恢复较早的蓬勃，应该是一个困难的代志。但是这个版权方面，应该是由这个咱台湾这个就是管理单位来制定一个制度，会去互学者会去咱这个共道的老师啊，共道写词的老师，共道的头家，唱片公司的头家有一个依据的方向，安尼大家较好做，会较公平，大家较有饭碗通食。即马等于饭足少的，几足侪太侪人咧抢即个饭碗的，所以拢足歹做安尼。你要安怎讲重振咱台，就是一定要政府啦即个管理即个版权方面，要有一个制度出来，有一个互人依循的依靠无对即摆外口算懵懵，也有人少年的出来唱，也有人少年起来无一个规则啦，就较乱啦就是若要一定，我是感觉讲，咱台湾的政府应该跟得上国际
国际的接轨，譬如讲咱有强制授权啊，咱台湾这个强制授权法拢还未出来。老师所讲的是未来，来讲要唱好歌，免讲一定互倒一间公司收掉的。我只要会当去经济授权，我就咱家摕来录，安尼好歌就会愈加愈好。对，国军啊，听一个就知影，应该是大家拢知影共同意识。咱若卖一条歌去互收掉的，人要摕钱甲你买，你就爱卖人啊！咱政府就爱出来管讲，固定的行情的计数，譬如讲3万，甲你使用一遍3万，你就照3万，互人就算合法的。咱即马政府还阁无法度做到这款代志安尼，所以无做辅导方面的代志安尼，算任由市场在乱做安尼就对。伫坚持谈台语歌坛付出遮久、坚持遮久的黄秀清老师所讲这话，真正宝贵，也是感谢你。多谢。感谢你来欣赏的歌节目开讲。我今日我是趁这个机会来发表一寡感慨的代志。多谢老师，我也要请老师在咱欣赏的歌镜头前，引导一个互阮柔软的手印。老师请。谢谢。实在是足欢喜，咱今日看到谈台语歌坛写这么多杰作，写这么多歌手的代表作黄秀清老师，甲咱讲过程，更较可贵就是甲咱讲心情，讲伊即马对台语歌坛的观察甲体会。老师多谢你来开讲，感谢好朋友，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多谢，多谢。多谢。